伫咧台中呢，有民众翕歹人压穿大轿车影片，搁再配上音乐传到抖音顶头，竟然看到是引起民众惊吓。警方调查了后，发现讲是有3个民众伫遐乌爸母，已经违反着社会法咯。另外，也有网称破影片，讲囡仔互青云人抱起来。经过调查，监管是伫咧搬戏，这剧情引起社会紧张啊。 白车插停伫乌车头前，看起来像发生行车纠纷。一个查甫人也向轿车技术开枪。影片下面标题写着“台中异常”，查甫人也类似陈柏清规程射击，伫抖音平台散布。警方顺续找到3个涉案的查甫人，也找到关系影片，结果是公司的3位同事所翕的后者，唱声也是配音的。是一时好玩，恶作剧之行为，由3人分工拍摄后。 加入枪声后置后而成。另外，这段影片是网称带5个月大的查某囝射击，突然出现一位生孕的查甫人，伸手要抱查某囡仔，也不过也是演出的情景。你为什么要碰他？蛮喜欢小孩的、啊。你想抱你看你都不说，你不要这样子直接把他抱走，很危险。这位网前讲完了后，强调只是想要提醒家长细腻，才会翕影片中现。 2个影片虽然成功轻讲讲，也不过也引起民众惊吓。警方表示，都已经涉及违反社会法。短影音具有简短、散布快以及吸引民众目光的特色。假讯息常会利用这种短影音在各大社群媒体来散布。 警方呼吁民众对网络影片爱多查证，未成年更加爱细致。根据日福联盟统计，去年度儿少平均每礼拜使用网络达到32.2点钟，时间逐年增加，父母的角色真重要。不是让孩子感受到的是爸爸妈妈就是一味的制止，那让孩子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妈是愿意慢慢的靠近我们，跟知道我们想要从网络上面去得到什么。 日福联盟表示，现阶段真歹禁止囡仔使用网络，除了互相沟通，也要了解网络的匿名性甲效应，才会当确保使用网络的安全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